上台就来讲，读经六字诀。各位先生，读经六字诀，咱派人举手，拢无人拍。阿朱组长无爱举手，走入去，因为伊是学校的拍，学校的最佳拍档哦。读经六字诀，就是爱姿势坐正，经书摆正，左手压书，右手指字，眼睛看，嘴巴轻松念。各位先生，那里面那一诀的啦吼，就是嘴巴跟着对着学校轻松啊念，学校念一句，咱对着学校念一句吼。注啊，注问，说问行怪，说问行怪，何世有xuất hiện，何世有xuất hiện，我佛为之矣。我佛为之矣。君子尊德而行，君子尊德而行，冠道而会，冠道而会，我佛仁义矣。我佛仁义矣。顿世君子以后中庸，君子以后中庸，顿世不见低，顿世不见低，而不悔，而不悔，为圣者明智。为圣者明智。就会当读一遍的吼。那么当然，这段的这经文，伊会经伊学校甲咱各位先生做伙来研究，做伙来研究。当然，咱若要以文解义，咱会当马上了解，就是讲似乎怪力乱神，伊对这种真爱呢，所求着这奇奇怪怪、水流动静的物件呢，伊无爱做，伊无爱做。就是讲，君子一定爱尊德而行，不管拄着啥物困难，拄着啥物考验，伊绝对袂半途而废。所以呢，就是修道君子一定以后中庸之德。那么中庸之德，咱做毋免互人知影，人讲毋免搁去品啊，为先不贵，不用贤弟，嘛袂后悔伫咱学而篇有一句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就是互咱了解讲，要当做甲这意境不归，唯有圣者才会当做甲。简单的意思就是安尼。那么学校感受着讲，咱这一种其实是先识着咱过去5、6、7、8、9、106、7、8、9、10会知影两节所学习的这个经文就是讲，伫咱的义理用功夫内底，爱放伫这个修道君子以后中庸修持的这规律内底称赞着咱顺利又有智慧又有大智，对不对？咱应该是伫这第6章顺其大智，会知咱主讲师甲咱自备的。那么伊的大智，伊可以呢利用，所以不管伊的环境外来困难，伊的心永远以后中庸之道各会当做甲大学。那么伫第8章培之为一些这款关乎演技或实际，这就是伊会当真正理人，伊会当修养，伊会当体着，体到这中道。那么到后壁诸罗文经，文经伊当然是一个匹夫之勇，但是咱孔夫子经过孔夫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了后，互伊知影讲真正的大勇是啥物，互伊当真正尽忠来行着。那么而且种种拢是相连的，33章伊拢是章章相连的一个意义一个意思。所以呢，咱一定要去了解讲，咱今日修正道一定袂使又偏左那么学校就来甲咱各位先生分享这种的宗旨咱修道君子第一，毋通所问行怪，不当中自重，这就是伫咱的第4章内底，道之不行中，立下各自的这个意见。那么第二，毋通半途而废，当中而不强，就是一个愚者不敬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顿时建立而不会，这是中庸圣者的这个境界。因此，咱孔夫子伊着这3个不同的重点来教咱爱修正道，修着中庸之道。那么，互咱体会讲，咱今日修道一定是爱素以为而行，以后中庸来做一切的这个坚持。
说，真正做到互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你言行举止，拢会当互因感觉讲非常欢喜，因为有你，伊就会得到快乐，毋是因为有咱来产生困扰，毋像互学，拢是因为互学而产生困扰，这是互学的一个体会啦。那么当然，而且咱倒来研究着咱这段的经文。社会人怪后世有虽然离婚为之疑，那么是讲这社当然咱有时啊就是一个数啦，是互学的名其中之一啦那么而且是一个动词伊就是一个动词有行为动作的，叫做所求着标新立异。那么怪是义，术就是传递。那么而且伊意思就是讲，社会人怪就是总爱去找伊怪到属于动性的物件那么当然，而且互学甲咱各位先生分享咱贫富所以的心经内底，世亲菩萨只是平平庸庸，含德性有自知，不会相顺。那么其实咱爱去体会咱的体，互学甲咱上师报告，互我礼拜二知影，互我即礼拜爱学习的时阵呢，互学非常紧张，因为互学袂记。互学爱而且学习这个课程，手机啊歹去，资讯无接点但是咱拄则问永汉讲师，伊甲阮讲早就公布啦这是互我LPK 改袂去记。那么第二是甲互我准备讲，要学讲经典，只要体了后着体相用三是要素抓准了，咱就要分析啦一定有体。圣经留落来经典，你绝对有伊的体，伊的本体，来就是有伊的上义的一寡相互咱看，看了互咱去做选择。你要如何来用？要先用还是要先用？介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会智慧的选择。所以，而且伊甲咱知影，甲咱讲着咱的体，伊是咱的体自性本规乐。本来就依得得，光足足，本自清净，本自富足，本不重要，本无生灭。伊是一定不亮的。你有本体，归于自己当，但是咱圣人留经典，咱今日学经典，就是咱圣人负了先觉甲佛觉的这伟大的责任。所以咱做万世的传师，咱孔夫子才是咱。啥物？咱的什么至圣先师，互我人去传古今班，一定爱先甲咱的至圣先师孔子行3鞠躬礼，才会使开始读经的，嘛互小朋友了解。圣人因的伟大责任、伟大使命，就是要真正互咱会当的，甲咱众生的意见。所以讲，咱常常听，咱的师尊老大人甲咱讲，伊曾经有一篇的新闻，互我感受非常的好啦伊讲不断的开班，无非就是要同化，要同化啥物？拢要甲咱同化像咱圣人迄个水吗？外表迄个水吗？毋是，就是要甲咱众生的意见同化为佛的正知正见。咱哪有为学着开示悟入的这法门？那么不断会听到，就是要甲咱净化，要净化着咱的人生，互咱的人生会当合天心。不断的幻化，不断的推问，就是要来幻化，幻化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一生修道，一生修道。就像咱9月23号伫咱爱祥单位、爱祥佛堂，迄个天人合一班，咱第2天，咱的南极老仙翁来到爱祥佛堂。伊讲伊对种的所在来到咱这个园林，有一点点仔麻烦但是呢，各位先生，咱若有一班有去参班的人，咱拢当去体会着南极仙翁、南极老仙翁的慈悲。伊惊一个误会，甲咱讲3点钟当然之间有误会，你就去化解，讲2、3点钟我的人才拢伫遐徛2、3点钟的，互我嘛徛到真正讲脚可要麻去等他退休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殊胜伊不断的介绍，不过就是天化。那么天化是一种自性的天化，毋
毋是顺流动静，毋是顺流动静。因此，甲互咱去体会着讲，道经、必经、天命经、仙本经、业力经、因果较经，互咱做一个体会。那么而且互甲咱分点，即句祖师祖师呢所留落来一批一篇的圣训，伊讲凡学习者必须仁义仁德，以卵必其书，有正有善。各位前的代表，毋是乱编都毋对，是像咱有开山的班，就是照着目笔来推训，先不照着目笔来推训，互咱兄弟姊妹会当明理。所以伊有正的，甲有邪，咱爱去体会，爱去了解。道有为义五者，就是有真侪人呢，好奇想要看夜道成兵的啦，点石成金的，各位先生，真正有安尼呢？你看魔术有恐怖无？会当甲一张卫生纸变做1000箍，一张卫生纸变做1000箍，迄敢是真的？那安尼伊就免出来变魔术互咱看，因变魔术，所以变魔术互咱看就是要趁钱嘛。伊若真正会当变安尼呢，那么伊就免来趁，就免出来变互看，大顺间变，你若一张卫生纸变图书节开始来变，变几万嘛拢有，迄就是有正有邪。所以讲，咱一定爱尽力虚心求教，求教了明人，自然咱搭袂流于邪恶，会使重显化，博重形象。那么咱佛学学习到遮，佛学一个体会。因佛学伫民国80年的时阵呢，互我讲，为虾米拄仔佛学遇到即天有够神奇的？因为呢，佛学当下咧学的时阵，咧准备资料的时阵，佛学有一种的矛盾，一种的矛盾。为虾米佛学的矛盾？因为佛学伫80年5月20的时阵，佛学就是参加了国笔的开山班，伫咱万年单子遐。佛学以前讲若要叫我一班佛学拢甲阮爸爸讲，佛学虽然无做有效啦，但是嘛无啥敢讲叫爱拢会叫佛学若休困所以妈妈在有班你去入班你我甲你顾了，你去台南去倒，佛学就讲爸。我有读册呢，迄道理我完全拢捌。我有做乖，我拢毋捌互你骂，我算做新妇算照起工来伊就讲无啦，迄去读书后摆你通去做讲师，后摆若安怎，讲出一个目标互人甲讲毋免，爸爸毋免，佛学，迄个我你新妇的道理拢捌的。安尼，敢有一天呢，就是80年5月20，互我透早要去上班。都要捧一个徛出去，无真人单子来。所以呢，你银行7点互我袂记7点还是7点半，7点的款。我讲7点我袂啥会赴呢？我下班搁要煮饭搁看囡仔洗身躯，袂啥会。伊讲别记你赶看卖，上天慈悲。迄阵真正就甲7点半开，因为我是天蝎座，各位先生，咱感觉天蝎座的特性是啥？负责任。责任就是方向，所以互我做有责任。我既然答应你，我就要下晡7点去，所以互我7点去。7点去，经过迄个开山班了30几个互我就是一个强求去。曾树林赶快过来，各位先生，你敢去入班的人，拢像咱今日安尼，穿白衫，穿做整齐，等互我一个，穿偌水，你敢知？讲嘛无甲咱交代。所以你去讲我就甲上班的衫穿去。你早暗袂伫道场迄衣橱内底真正千变万化，拢有，啥物花啥拢有就甲穿去真正拄互我身上花，像真正洋装的款，互我穿去。真正有够，真正人讲挖一个坑，阮虽然主管讲挖一个坑钻入就好，但是无法度。那么各位先生，我就入迄个班了，用我的名。入迄个班了，我有够欢喜，做前人。迄阵伊家佫是，咱是电台。